娛樂圈的瓜田又到了豐收的季節，這一次被架上熱搜視中的是向來以敬業和低調着稱的演員任嘉倫。狗仔隊以一種近乎荒誕的推理邏輯拋出了一枚重磅炸彈。近因為任嘉倫在劇組拍揮期間，連續2晚收工後選擇入住酒店而非返回家中，便直接及將定論其婚姻亮起公燈，甚至用上了分居這樣極具衝擊力的字眼。消息一出，預想中的塌房陣痛並未如約而至，取而代之的是全網鋪天及地，幾乎呈現一邊倒態勢的群嘲浪潮。這嘲諷的矛頭精準地刺向了爆料者那薄如蟬翼的證據鏈以及其背後赤裸裸的流量算盤。網友們紛紛化身福爾摩斯，用最樸素的邏輯反揭：難道一個職業演員在緊張拍攝週期內為了方便工作選擇就近休息，不是最符合常理的選擇嗎？難道夫妻關係的擁繫要以每日必須同處同一屋檐下作為鐵律，甚至精確到以小時計算？這種對現代婚姻關係、對職業操守近乎刻板且幼稚的解構，瞬間消解了爆料本身的所謂嚴重性，將其變成了一場全民參與的智力優越感展示會。這場突如其來的鬧劇，與其說是一次失敗的狗仔爆料，不如說是一面照妖鏡，照出了當下娛樂八卦生態中某些根深蒂固的頑疾，那便是對戲劇性的病態渴求，以至於不惜將日常生活強行套入狗血劇本，最終因背離常識而淪為笑柄。事情的發酵軌跡，堪襯一次標準的網絡謠言生成與破滅的教科書式案例。最初的訊息原嚟自某個以發布模糊視頻和聳動文案着稱的八卦賬號，他們在深夜時段拋出了一段話則堪比監控錄像的粗糙畫面，畫面中是任嘉倫身着便裝，戴着口罩和帽子，在助理陪同下走出酒店電梯的影像。視頻本身沒有任何異常舉止，沒有陌生女性同框，沒有深夜買醉，沒有爭吵拉扯，只有一位演員結束工作後疲憊卻平靜的背影。然而配文卻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寫道：連續2日收工不回愛巢，獨宿酒店，昔日因愛夫妻疑似情變，分居大幕已悄然拉開。這段文字如同施了魔法，試圖將最尋常不過的工作狀態扭曲成分變的前奏，但魔法的效力在理性面前迅速消散。評論區的高讚回覆幾乎全部是反諷和調侃，建議狗仔下次直接蹲點民政局，看到誰去辦證就提前20年預言離婚。按這個邏輯，我出差3天是不是等於直接宣告婚姻死亡？任嘉倫，我只是想多睡半小時趕早班戲，你們卻想讓我離婚。更有粉絲精準計算出，任嘉倫目前所處的劇組拍攝地距其市歐住宅有近40公里車程，且次日開工時間為清晨5點，那麼選擇住在劇組統一安排的酒店，既是對工作負責，也是對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負責。深夜疲勞駕駛的風險，難道不比所謂的分居更值得關注？這場鬧劇最諷刺之處在於，他恰恰暴露了爆料者對演員這份職業的深度無知與漠視。在影視行業高度工業化的今天，劇組拍攝是一個精密運轉的系統工程，牽一髮而動全身。任嘉倫作為男主角，其戲份密度和強度可想而知。每天長達12到14個小時的工作後，他需要的是一張能最快抵榻的床鋪和盡可能多的休息時間，而非在擁堵的城市交通中耗費1個多小時往返，只為滿足某種陳舊的關於好丈夫必須每天回家的道德表演。將這種基於職業理性的選擇粗暴地解構為感情梳理，不僅是對任嘉倫個人生活的不尊重，更是對全體影視從業者勞動節奏的輕視。更有意思的是，隨後有同組演員在直播中無意間透露，劇組近日在趕拍大夜輝，連續多日拍攝到凌晨。劇組為了方便管理，為所有主要演員都安排了酒店房間，任嘉倫並非特例。這一細節的保存，讓狗仔的獨家爆料徹底淪為一場自編自導的滑稽戲。人們不禁要問：是狗仔真的愚蠢到連最基本的行業常識都不具備？船是他們篤定地認為，大眾對於明星私生活的窺探欲已經飢餓到可以吞下任何不帶腦子的餌料。
答案顯然是後者，但市場的反饋給了他們一記響亮的耳光。觀眾早已不是當年那個配備一張模糊偷拍圖和幾句煽動性文字牽着鼻子走的韭菜了。他們驗過了太多反轉，領教了太多惡意剪輯，也開始學會用邏輯去拆解那些看似勁爆實則空洞的瓜。深入剖析這場群嘲事件，我們會發現，它實質上是一次公眾對八卦工業長期降智輸出的集體反駁。長久以來，部分娛樂媒體和狗仔隊形成了一套偷懶且高效的公式：偷拍加模糊事實加情感危機預告等於流量爆款。他們像設定好程序的機器人，無論對象是誰，無論具體情景如何，只要找到獨處畫面便是孤獨寂寞，只要未同框便是感情破裂，只要與異性有接觸便是新戀情曝光。這種將複雜人性與多元生活狀態強行壓縮成二元對立標籤的做法，早已讓大眾產生了嚴重的審美疲勞和信任危機。任嘉倫此次的酒店分居事件，不過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宮中積蓄已久的不滿，通過幽默與諷刺的方式傾瀉而出，形成了一場網絡奇觀。大家嘲笑的不僅僅是這一次具體的站不住腳的爆料，而是整個行業長期存在的把觀眾當傻瓜的傲慢心態。那些隱藏在鏡頭後的偵探們，似乎永遠無法理解婚姻的形態有千百種，有的夫妻如膠似漆，有的相敬如賓，有的因為工作長期異地卻心靈相通，有的朝夕相處卻同床異夢。近憑借物理距離的遠近來判斷情感溫度的冷暖，這種私擁模式之簡陋，放在任何一所中學的邏輯課上都配備當作反面教材。再者，公眾對任嘉倫本人的信任，也是此次群嘲而非群疑的關鍵變量。這種信任並非憑空而來，而是他入行10餘年，通過一個個紮實的角色，一次次真誠的訪談，以及數年如一日在公眾視野中展現出的穩定情緒和責任感所累積起來的。他從不刻意反育寵妻人設以獲取流量功利，也給小張私生活作為炒作籌碼，但偶爾在採訪中提及家庭時自然流露的溫和與擔當，反而構建起一道堅固的信任屏障。當狗仔的分居指控襲來時，大眾的第一反應不是他果然也出問題了，而是這描述和我認識的那個任嘉倫完全對不上。這種基於時間沉澱的信任感，是任何聳動標題都無法輕易撼動的。反觀狗仔，他們似乎活在一個平衡宇宙裡，在那裡，所有明星都是表裏不一的偽君子，所有婚姻都是搖搖欲墜的紙房子，而他們自己則扮演着戳破謊言的孤膽英雄。這種自我催眠的敘事，讓他們一次次低估了公眾的判斷力，也高估了自己手中那段模糊視頻的殺傷力。當爆料與認知嚴重脫節時，爆料的宿命便只剩下淪為笑柄。更有深意的是，這場風波也折射出當代社會對於婚姻與家庭概念的某種集體焦慮，以及這種焦慮如何被娛樂工業巧妙收割。在快節奏、高壓力的都市生活中，普通人同樣面臨着工作與家庭平衡的難題，同樣會有因加班、出差而不得不暫離家人的時刻。狗仔將任嘉倫2天住酒店等同於分辨，本質上是在反育一種關於完美婚姻的虛幻標準，即真正的恩愛夫妻必須時刻黏連，任何形式的空間分隔都是危險的信號。這種標準不僅脫離現實，而且有毒，它會給普通讀者帶來不必要的心理暗示和比較壓力。而公眾之所以群嘲，除了覺得荒謬，某種程度上也是在用笑聲捍衛一種更健康、更寬容的婚姻觀。好的感情是建立在信任和理解之上的，而不是靠每天打卡報道嚟證明的。任嘉倫的選擇，恰恰是職場成年人最正常的權衡。他的妻子若對此表示理解與支持，那便是他們夫妻間的默契。外人無權置喙，更無資格心痛或譴責。狗仔或苦幻想自己是在為家庭價值站台，但實際效果恰恰相反。他們拙劣的表演反而讓更多人意識到了用距離衡量愛情這一邏輯的荒誕不經。隨着事件在熱搜上持續發酵，越來越多的理性聲音開始介入，試圖從法律和心理層面剖析這場鬧劇。
有法律博主指出，在公共空間拍攝並不當然構成侵犯隱私，但將正常行為進行惡意解構並廣泛傳播，若對當事人名譽造成損害，則可能觸及法律紅線。心理學博主則分析，狗仔之所以選擇任嘉倫下手，恰恰是因為他形象正面，婚姻幸福是大眾公認的事實。一旦撕開這個口子，流量潛力巨大。這種瞄準最穩固的城牆進行爆破的策略，本是如輪戰的常用手段，但此番卻因彈藥質量太差而全面崩盤。人們開始反思，我們對明星私生活的邊界到底在哪裡？是否因為他們享受了公眾關注帶嚟的名利，就必須無條件接受私人生活被顯微鏡放大、被哈哈鏡扭曲的代價？任嘉倫此次遭遇到的，顯然是一種過度的、不合理的侵擾，而公眾用群嘲表態的態度，本質上是一次對邊界的重申。我們可以接受對藝人的作品、業務能力、公眾形象進行討論甚至批評，但我們拒絕接受將一個活生生的人，按照狗血劇本的需要進行隨意裁剪和嫁接。這種拒絕是觀眾審美進步的表現，也是網絡環境逐漸走向成熟的一個微弱但積極的信號。輿論的潮水來得快，退得也快。當分居被證實為敬業，當婚變消解為加班，這場鬧劇的落幕顯得有些寂寥。狗仔收穫了他們最想要的討論度，儘管是以被取笑的方式，任嘉倫則毫髮磨損，甚至因為大眾的逆反心痛而好感度有所拉升。而真正的贏家，或苦是那些在評論勾玩梗造句，收穫了短暫歡樂的普通網友。但在這場看似沒有受害者的狂歡中，仍然有一些需要被正視的暗流。那種為了流量不惜造謠的惡劣風氣，並未因一次失敗而消失；那種對公眾人物私生活無底線窺探的衝動，依然潛伏在互聯網的隱蔽角落。這次事件只是碰巧撞上了任嘉倫這個硬骨頭，他的形象過於正面，狗仔的指控過於離譜，公眾的智商恰好在線，三者疊加才造就了群嘲的奇觀。倘若下次換成一位口碑本就存疑的藝人，或者一段更模糊、更有歧義的視頻，又或者大眾恰好處於無聊且亦煽動的情緒中，同樣的套路是否就能得逞？這才是熱鬧過後真正值得我們警惕的事情。回看整個事件的起點與終點，不過是一場現代傳播預警下的荒誕劇。狗仔以分居為利，企圖釣起流量的大魚，卻未想到池塘裡的魚早已厭倦了這種粗糙的餌料。他們不僅不上鈎，船跳出水面，用巨大的水花濺了垂釣者一身。任嘉倫的酒店2晚像一面誠實的鏡子，照出了狗仔邏輯的漏洞百出，也照出了大眾日益增長的辨別力和幽默感。然而，這種幽默背後，其實藏着一種深深的疲憊，疲憊於無休止的虛假警報，疲憊於必須時刻保持警惕以免被謠言帶偏，疲憊於看到認真工作、認真生活的人總要被無端取輯。我們固然可以用調侃化解惡意，但我們也必須承認，這種惡意之所以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有市場。每一次點擊，每一次評論，每一次帶着嘲諷的轉發，本質上都在為這場流量油揮添磚加瓦。我們無法徹底消滅狗仔這個職業，也無法命令所有人停止對明星私生活的好奇，但我們至少可以做到，在面對一個明顯違背常識的爆料時，多停留3秒鐘，用邏輯而不是情緒去回應。這一次，全網用群嘲做出了漂亮的集體應答，但這不應只是一次性的情緒宣洩，而應成為未來面對類似訊息時的一種本能反應機制。此刻，任嘉倫大概已經結束了酒店的短暫借宿，回到了自己家中，或者又奔赴了下一個外景地。他的生活依然按照工作的節奏在流動，那2晚的酒店床鋪不過是職業生涯中有一個普通的驛站。而他的妻子或許正為他煲好了一鍋湯，或苦只是默契地發去一條收工了早點休息的訊息。他們的婚姻不愧因為這2晚的分離而減損分毫，因為真正的情感紐帶從來不是用鑰匙開門的聲音來衡量的。狗仔的爆料像一場突襲的陣雨，淋濕了網絡世界的某一個角落，但陽光很快出來，
征伐了那些並不存在的水蛭。倒是我們這些圍觀者，在笑聲與嘲諷過後，或許可以借此機會重新思考一下自己與他人生活之間的距離。那個距離應該是禮貌的、尊重的、克制的，而不是拿着高倍鏡頭去窺視窗簾後的燈光是亮是滅，更不是憑借酒店電梯的樓層數字來編造分居的謊言。最後，我想用一段理性的總列來為這場鬧劇畫上一個平和的句號。在這個信息如洪流般奔衝的時代，我們每天都在被動接收無數關於他人生活的碎片，其中絕大部分是經過剪輯、放大甚至編造的。面對這些碎片，保持一份冷靜的審視力，既是對他人的保護，也是對自己的善待。任嘉倫的酒店分居鬧劇，說到底是一次認知的立位。狗仔試圖用最廉價的衝突公式套現，而公眾用最樸素的常識捍衛了真實。我們應當僥倖，理性的聲音依舊佔據上風，但我們更需警醒，這種理性需要持之以恆的培養與堅持。對於明星的私生活，我們可以有的道德關注，但必須劃清好奇與侵擾的界限。對於婚姻與情感，我們應當明白其形態千差萬別，尊重每一種基於雙方共識的選擇，遠比套用統一模板去審判更有意義。願我們都能成為更溫和、更理智的吃瓜群眾，在享受娛樂帶來的輕鬆感時，不忘記言語的邊界和責任的重量。讓流言止於智者，讓善意取代取測，讓每一段真實的關係，無論觸於誰，都能在其應有的空間裡自由呼吸。這場風波終將過去，但它留下的啟示不應隨風而逝。在虛構與真實交錯的名利場中，唯有常識與同理心，是我們永不迷航的羅盤。